是编特别预算来处理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今仔要处理国防部的预算改动案，也毋过立委是真烦恼，讲业务预算就爱执行3成，才会当来提出改动案。惊讲这段时间会有国安的空窗。国防部长郭立雄是望讲5月底进前会当做处理。按照各座创水栏建案的规划，海鲲号原底要伫4月拍定测试了后进行海上测试，但是毋那机停延迟，阁有媒体报道讲。海军甲台船为着激励予海军唱水艦伫5月12日出海，打算伫主机构种还未排除进前，先用电池来推进。不过，国防部长是严正反驳。我们现在没办法给一个确切的时间，媒体报道说什么样特别随机的要如何，我想这些都是一种纯属一些臆测吧。我想我们就是以安全为上，然后备变之后在适当的时机自然会来进行海测。海测无完成，影响后续单的预算改动案送出。这是立法院外委会处理国防部头一波预算改动，计共54案，金额大约11.2亿。郭立雄更加呼吁讲，另外互冻结744亿的遮济业务费，是否也当得到个人甲调业立委的支持？共机共建的次数是增加的。如果面临我们的国防预算是被冻结的状态的时候，它就等在。我们在冻结来不及解冻，然后来发动整体的侵扰，然后在演习当中由演转战。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在5月底以前，这个就能够处理掉我们这个整个业务费的30%的冻结，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当的大。也若有代表上强战车红河的 M1A2T 战车，头一批38架伫去年年底送到台湾。根据国防部预算改动的报告。第二批42架也会伫今年6月底进前完成生产甲交货。郭立雄也表示，按算要伫6月份进行实弹的射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台铁公告6月23开始要起价，除了票价包括